天一天某少年，一天一天某少年，一天。你講你是倒位人哈？我是南投埔里。南投人，啊，我是台中人。啊，今日來遮找這杰尼吼，算是咱這個中部的代表，攏交到位後。中投。對，這你是投嘛，啊，我是中。啊，今日以咱少年節日天來到這個中華的紅灣，來找杰尼了解一下伊在台北拍拼的一個故事。對啊，啊是安怎遐爾濟台灣的囡仔攏需要離開故鄉去到大都市拍命咧？因為其實咱台灣社會吼，有一寡迄資源分配較無平均的所在，啊機會嘛分配較無平均，所以真濟囡仔攏需要離開故鄉去到大都市去拍拼，啊就會這種可能就有一寡心內的體會會無共。對，咱今日就是來遮找一了解一下伊拍拼可能比較趣味啊，是較艱苦的一個故事。閣有佇紅灣成長的記憶。對，來行。啊，無夠緊嘿！較緊！Hello， 杰尼。哎呀，攏是恁啥物我看到？哎呀，恁真正來中華？對。恁就講要來找做這希望嘛？哎，這阮兜啦。你拄仔敢是佇剛恁媽媽？係啊，我看伊。你平常時攏安尼講？無啊，恁看唔到，看唔到。你家己敢會曉？啊，這我袂曉。這是阮老母。會曉叫伊阿香，對不對？哎，做熟悉人才安尼叫啦。無做熟的人袂去叫我。無攏叫你啥物？攏講國語人叫我蘇玉啦。哎，姐姐嘛。對的。哎，你會曉講話，你叫我姐姐。啊，這配份這是阿高，阮朋友。伊這技術阮攏袂曉，你示範一下。你示範一下。你手速會快。開車頭一擺看。用這，你用這。伊迄這我唔知影講誒，你孔盲啊，伊攏講這叫孔盲啊。就是甲伊固定吼，甲伊盲啊，甲伊可以把它撐開。講台語啊。甲伊。哎，對，伊個盲啊開去，吼安尼水流啊各方面，伊則袂講白啦，啊無你講盲啊攏即就做一個，無法度掠去。伊就會甲這盲啊牽起來呢。我先撐過了後，撐過了後，啊咱則一段的距離，一段的一段距離，甲內底愛幾碼，伊攏愛做標準的。啊，所以頂下，咱即擺若講下骹光的所在，若講較垃圾啊，咱甲變過來的時陣，伊是同款的，伊是平行的，對，所以伊袂講這邊歪安尼，迄邊歪安尼袂，因為我每一個寸尺我攏經過算過，比如講我這畫一個記號，啊來到這，啊我要張幾碼，這攏愛做標準的，對，完全這是技術含量，就管了呀，吐水就流掉，完全是。啊，因為哈無這種物件，講真嘞。這種物件，這幾年嘛是該競爭哈，因為因有迄進口的物件入來，但是因的物件，講真嘞，因的規格可能會同款，啊，不過因的品質可能就無穩定。咱的品質，咱家己有法度按算。伊的客戶敢若就是為甲什麼婚禮還是都有？婚禮嘛有啊，甲台中港，我之前有送去甲南寮魚港。阮細漢時陣攏會甲伊去送貨。所以你細漢就是佇這種環境鬥。哎呀，就是攏是忙啊，因為這傷難啊，我們袂曉。啊，不過有時陣我嘛愛鬥三工，就無聊，就愛控，就是摕這個，就是愛卡迄鎖啊，那個有。這是線，伊愛幫我穿線。就是幫我甲這線纏起哩。啊，我要加工的時陣，我就唔免擱開時間，擱去纏這線。啊，因為咱咧用的線就是規款攏差不多有，啊，差不多有，伊若用，啊就。這個我就叫伊講，啊無你甲我寄一寡線，對。除了這以外嘛，就到接人客啊啥。啊，若有人客來，啊，阮就會開始敲電話，就講媽有人來買啊，咧等伊大的時陣，阮就愛甲人客愛開講啊，就啊你要買啥？哦，觸礁幫哦，啊這是佇囥佇倒，阮差不多有時陣會知影，啊有時陣愛甲伊就是。就愛耐者安尼，有時陣愛等伊足久誒，人客一直問，啊囡仔真古錐，因為因攏無甲這項職業無講足深入的了解，啊比如講，因攏會甲我罵哈，人來買啊，啊我佇外口，我可能愛去一段時間再回去，我甲講，好啦，啊妮妮，
啊，你怎要食入去吼？行3步吼，啊咯，手摸起，迄包就死。你都来甲我吗？因為我家己的物件，我做熟嘞。已經伊攏無參與，伊攏無參與。我甲講，你佫行3步吼，3步吼。第一、第二家手摸起吼，後壁迄塊吼，啊是啥物色的吼，啊是啥物？對，伊攏會，我會安尼甲伊講。伊真恐怖，伊頭腦記憶力就好誒。啊，遮個一網啊，遮濟種阮攏毋知啊，伊攏無愛做迄分類，伊攏無愛寫起來，伊攏記佇個頭內底。啊，大概若有人來，伊就會講啊，你為遮名啊，行幾步安尼。啊，阮有時陣找無就足煩誒，就講你大家攏無愛寫清楚，啥物網啊是啥物網啊，真正是高人誒。安尼，前年你是當時離開虹灣這個所在去了台北，就是大海誒時陣啊，頭大海誒時陣。其實若講離開虹灣，我高中就時陣嘛算離開虹灣吧，我去灣林，啊，我住學校住宿，對，所以放假才會住安尼。安尼你敢會當帶你帶我去你進前離虹灣讀冊的所在去溜溜看看？袂使啦，當然會使啊，這個就是頭一屆來虹灣，無咱帶你就去進前去看看，好啊。今麥要帶阮去倒位？我帶恁去我的國校啊，啊，不過要去我的國校啊，靜靜呢。我介紹，一定要介紹這。這是阮芳苑網咖，不是啊，這是圖書館。像阮兜細漢時陣無電腦，有一個電腦教室，無電腦就足歡喜，就會使來遮看冊了後，佫會使升一下電腦安尼。所以你細漢是開這段時間佇遮對無？嘿，因為遮無啥物好佚佗的所在，就是國校啊、國中啊，就安尼爾。所以這就是上趣味的。嘿，阮就是啊，有恁去會使吹。對。恁去最重要的。這差不多跟網咖一樣。天堂。安尼咱繼續行。嘿，來，我們國校啊佇頭前。這就是我的國校啊，真水呢。虹灣國校，國校啊，這100多年呢。哇，歷史比較久誒。就有歷史的學校。你就是離開虹灣遮啊，後來去台北了後，你敢有感受到台北甲虹灣遮有一寡資源還是環境啊，有啥物差別無同的所在？絕對是差足多啊！若是虹灣甲台北，我感覺彰化其實足大個啊，彰化迄海邊啊，甲山邊，還是門頂甲下骹，資源就差足多啊！嘿啊，上基本的就是交通啊，就是我若要住一抓，其實要花開足個時間的。嘿啊，彰化的北邊還是山邊遐有火車，火車較簡單。啊，不過我嘛要坐火車來住彰化，我先愛坐甲彰化市遐個火車站，啊，佫坐公車，差不多1.5點鐘才到虹灣209遐。嘿啊，所以我大概出門就是有日頭，啊，到厝的時陣已經暗時。日頭已經落山。嘿啊，就是這真正是差足多的。老實講，因為交通的原因，有影響到我住在厝的迄頻率。這是真正有影響的。恁若是有時陣這個假日轉來一轉就會。嘿啊，若是這個假日像無代誌，我袂想講愛要住，因為若要住我愛做足多代誌，就是愛開足多時間的。嘿啊，啊，佫愛買票，安怎。你感覺你離開虹灣去到台北以後，你對你的家是佇倒位的這個感受，敢有開始咧轉變？就是可能佇新的所在嘛，你建立你家己的。就是袂，敢會感覺講台北嘛，可能嘛是我的家，嘛我的島。我的家，我講，這個問題，我感覺真趣味，伊有足多定的物件在討論。啊，上簡單來講，我今嘛，老實講，我住佇台北，我較舒適。我佇台北迄個窩，嘛應該較慣勢。嘿，因為迄個所在就是我已經習慣嘛。我若住在厝住，我是歡喜，啊，毋過住起來無遐舒適，因為我這毋是我定定咧住的所在嘛。啊，毋過這是住起來感覺。啊，若講心內底的感覺，我是感覺兩邊攏是我重要的所在。台北是我即擺生活的所在，啊，毋過我佇外口若是拄着人，我嘛是會講哦，我是彰化人，我是虹灣人安尼。就是這個所在是我細漢我會生做安尼，就是我這個所在市裡大漢。嘿，這嘛是最重要的。雖然講我即擺較無定住，啊，毋過嘛毋知影
有可能可能20年後，我感覺我有我代志想要帶做，我嘛有可能會帶做。就是這樣，我感覺嘛是無可能講就是無感覺的所在啦。你轉來紅灣除了來看可能這個國校啊以外，你還會去倒位行食，會當閣帶校園去。我想要帶恁去海邊啊，先去一個所在。我若住喺紅灣，一定愛去。什麼所在？阮阿公，你知道嗎？愛看阿公啊！去阿公小酒問題，一定愛看。而且阮阿公迄島是我細漢住的所在。我讀甲國中攏佇遐。所以遐嘛是愛去拜一個碼頭啦。對，阿公拜一個碼頭。咱嘛應該去阿公甲伊小酒問一下。去阿公拍照好者。這就是我細漢住的所在。你阿公啊？阿公，我年也住啊！我徛遮，他右邊比較好。我年也有對啊，嘿，這樣你知影你佇台北迄個，佇台北迄個，嘿，好。因為我之前有時陣打電話來厝的，阿公可能接的吼，我甲伊講了後，伊就會講，伊去是毋知是倒一個卡的，嘿，阿公安尼嘛是足粗用的。對啊對啊，今日咱拄則佇遐有講到紅灣交通較無方便的問題。阿公要去倒位？我甲阿公徛起來哦。阿公要電者啦。阿公徛起來。阮阿公就注意迄運動健康，伊早起起來攏去頭前行路安尼，去運動，嘿啊，100歲。安尼就讚就讚。你問我啥物？安尼你要轉來這紅灣，這個交通無方便。若是會使，我是希望迄公車會開較濟班的啦。啊，才會使較濟看阿公的。係啊，人變少，你交通變較減半，人就佫無想要帶。嘿，迄個惡性循環。嘿啊，其實這是一個就值得思考的一個。對，就是地方政府攏有咧補助一寡客運，毋過最近看新聞嘛是一直在砍班次，這嘛是足複雜的問題。因為阮家就是年紀攏足大的，就是人口其實攏刷去外口，攏去外關市。少年人去外口嘛，老歲仔就是已經繼續店家的攏是年歲較濟，年紀較大一定會拄到這種狀況。我是大概大攏會拄到感覺人愈來愈少。哎呀，我等者會使帶恁去另外的所在看。遐嘛是變足多，就海邊仔遐，因為我家甲海邊仔足近。好，我等下來去。用走的，用走的是無？走的他3分鐘就會到。安尼用走的。你即馬帶我台車，往這頭的所在是倒位啊？阮紅灣就是阮風鏡頭，海邊仔就是風骨較頭，所以你有感覺到我毛仔攏避開啊，風樹個頭。日頭真炎，風嘛真透。嘿，無毋對，我細漢時陣攏會來遮佚佗，而且喺彈塗魚，你有看到無？有咧跳，還有遐一空，就是有一寡小螃蟹、甲招潮蟹啥物的，伊佇遐烏空啊潮間帶佚佗。遐後壁你有看到遐？有看海市蜃樓，你有看到無？迄是啥物的？嘿，無毋對，迄就是綠廳。阮家遐嘛是招我的。伊這是紅樹林是無？迄紅樹林，阮家是迄泥巴，所以。唔是迄種白沙迄種海灘，所以石頭迄種，攏片着臭臭的迄味，因為有蚵仔，迄蚵仔殼伊會爛去安怎？我細漢看的海邊啊，甲即擺去一寡所在看的，無啥物共安尼。大概轉來到紅灣這個所在啊，你平常是佇台北做工課，你就是用傑尼的這個身份佇台北咧生活咧上班。紅灣這個所在，你甲傑尼這個身份你脫去，你唔免擱做傑尼，感覺轉來到厝的家己甲佇台北家己敢有啥物無共？坦白講，我的答案會足無聊的。我感覺無啥物無共，因為我無特別講啥物傑尼的身份，應該講。就是我咧工課的時陣用傑尼這個名，那毋過傑尼嘛是我一部分。嘿，可能這個工課的傑尼較活潑，毋過我本來就是有較活潑的迄邊，我嘛是有較避暑的迄邊，我平常是可能就是較避暑的迄個片樣。這紅灣這個所在，互你啥物養分？你即擺喙開開有鹹鹹的無？有鹹分，嘿。是啥物海水煙哦，還是淡水煙？嘿，就是鹽分。鹽分吶，我感覺。因為我唔知呢，就是鹽分。鹽分。恁今日對我安尼行，恁就知影。恁應該會感覺講，攏無啥物人吼。有，真正看無幾個。嘿，嘛無啥物特別好耍的物件，細漢時攏差不多，無啥物變。所以對我來講，
我細漢時一直講感覺足無聊的，我無要怨嘆這無聊，這無聊就是這個特色。這無聊不是無好。嘿，這不是講無好，啊，不過就是這種無聊，互我因為我是無愛無聊的人，所以我會家己去找足多好耍的物件，想足多出頭的，還去家己做玩具，還是安怎，就是家己。想辦法，互家己過較快樂安尼，較做趣味的代志做。想法都是無聊的所在。因為我感覺伊有可能做這個的時候，感覺伊講話就趣味。我感覺有可能是因為你愛家己佇這個無聊的所在，啊想一寡趣味的代志，結果你家己就變成一個足趣味。未來紅灣會愈來愈袂無聊。好，啊，咱就來番薯好食變大條，台灣囡仔有才調，少年這一天，紅灣有希望。耶！八金過一天，六一花起過一冬，落地頂緊倒手香，生拖佇春夏秋冬。想要啥物攏會曉，無想要流開見笑，番薯好食變大條，台灣囡仔有才調喂。起床啊哦，莫閣困啊，行啦，行。